我改时间，当安尼来做，安尼来行事。玉做是即个爸爸告诉咱来做者，比如咱咧礼拜咧敬神敬佛，咱拢无了解礼拜意思。看到佛的规律，看到神的规律，其实礼拜礼食敬仰，拜食福养，所谓拥有人性苦乐无这是礼拜的意义。上看到礼拜按7天了，咱做1天的礼拜，因为7日来讲，逐日行人，第7日本身就继续拍落吼。厨房啊，三五单啊无洗吼，迄台排烟机叫做洗歹洗啊啦，爱安怎？换新的啊！啊，若排烟机逐日，咱一礼拜甲清一遍啦吼，不然呢，拢遐要新的啦。咱卫生嘛是相共正，所以拥有人性苦乐无爱知影内在的心，即个身躯骨骨水，若真正要看水，上班愈弄上水，早晚你人听有无？上水，伊无水，伊人袂去。但是卫生呢，外表迄个水该卫生啊。若要搁较水的，天道较引导的，讲迄牛人一个比一个较帅，牛人漂啦吼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一个比一个帅。但是伊卫生呢，所以当然是照外表来标榜卫生的境界哦。所以名呢，斋戒是安尼讲的。斋名是福嘛吼，名夫言之以行，述之以心，一道呀。名其因，利其利，不名相不利，还没很了解。人交事，事交生，一项呢。所以咱这个贪心怕事，其实是无了解到，我们生死没有拉平。伫这个人间法内底，咱个看到啊，生是一回事，死是一回事。早头甲主管讲，人家师道吼，增加迄个别时间三啊好，难免啊，人天生情欲的动物嘛，情欲的嘛，所以一定会好嘛，离别离异嘛，生离死别这难免嘛，但是若要做，真正讲伊要等于对地做一个好用的啊，伊个好安怎样？修行人都是细情的离别离异，我要对对我一清二楚啊，为什么？心交数是一路的物件。它只是一个东西，生跟死是咱看的生了死了，其实真正心理法界来看，无生死这两回事。人家看做不生不灭，人家看做不苦不净，无迄个不生不灭是安怎讲？一项尔，但是咱看偏偏是生死，生死咱就半生半死。讲着死，大家要惊死，嫌拢无人要爱，杀都无人要爱，探病无人要爱，今仔日送人后，去就无人送。真的就这样子，不套啥的。所以跟阿妈我讲，现在讲按4年后，我唔敢去甲报修炼，太济啊！后日我讲4年，你惊啥货？无了解到啦。所以变斋戒，为什么要斋戒？是要互咱内心了解，咱的真性真正，要了解迄个天地之真理，要了解迄个天地之真道，要互咱清楚这个。所以不明相不知，你有了解，知影唔知马马虎虎啦，得过且过啦，唔知影生，都爱从后讲讲袂讲，肝癌上恐怖，肝病上恐怖，就是因为肝袂疼。唔知做做去，大家学到第3期无？无有一样，唔知就第2个不明相不知，咱伫现在这个是嘛是啊？所以咱下一关觉醒。爱心去流传，咱的以爱心流传，不是讲你知影是这个，这是两回事的，但是唔知就拢袂讲。上界有爱心赞，做有够甲做有够，你也不是完全清楚，但是上界有爱心赞，唔知影谈要做好无机会，所以讲幸福就讲华丽、精致、中，穿得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幸福上界水的福面上。人间道富贵极限，人间道是富贵极道，并且是下道，富贵上道。所以真正强盛上好的时候，福代表是富贵。为什么富贵？因为过去福过来。所以华丽精致、中情作水性漂亮的，而是要事、要成、要以成这事，要去成这事，就讲要成这事归事。爱进行这部分财源幸福，唔是讲当地先爱清名咧，主这官爱清名咧，
是安尼讲咧，伊是讲属天下之人咧。啊，是咱从讲圣经讲，爱属天看做人，诸天主一起，一是该以事情为本的。天主讲，因拢讲伊内底。所以要成这事，毋是讲还是讲你人的代志，我无关系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这是咱本身的问题，所以讲这是比如咱内心的庄严嘛。那么真欢喜讲，咱内心要个庄严，就是应该先斋戒，简单讲就是爱食菜。啊，所以咱是大家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咱在老师靠所写，真的不错了。哦，虽然接受应该要去干出来，但是看这样讲起来，我啊，特别人赞叹，真的不简单啦。哦，有人是过来讲40几岁就干两三个，我记住咧做兵一年平安8个月啊，我一年，不简单啊吼！家己买咁讲自我期许一下，哦，这样子人搞我讲，那里面逃离，其实灾起灾，其他不是什么，是我咱的心情，我咱的管理，我咱的心灵，心情心灵，这样就该来和谐啊！过去的迄个咧，随是敢咱和谐，改就是敢和谐，咱能讲改是敢叫做。有时啊看都无自由啦，讲话边啊都无自由，随啊作毛话咧，这是不合。接受到这个敢和谐，啊那咱自由变人保护啦，天天猜个创啊拢有创啊袂是啦，为什么？有改过的人才肯自然尊贵出来，改过修女业的人，改过修女精的人，伊愈尊贵。啊，就是世间你甲看，愈尊贵的人，愈有人来保护，愈加咱的物件你就越珍惜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要珍惜就一定来保护，用尽一切方法，无论你不要做什么，我都不管他，都是保护。要其他咱保护咱的灵性，一定要斋戒，用一定要斋明信福，使咱内心真正得到重要。安尼像我讲，以行这事，行这事，为神之道。我袂完啦吼。反正讲下紧。故有鬼神之为好，必以这事足其形象，以为名也。以鬼神之名，以善定义，十共以人，不以其生心内之不义为之福，此乃应神之道也。然后这段话，我讲下嘅，这段话意思就讲，唔是讲鬼神的鬼神的功德互咱，啊，咱才开始这事讲伫遐讲，啊，发一寡酒类三星看到5星啊，阮国际去遐拜拜，哦，你若想逐个人去到就是咧求的啥？阮翁趁大钱，阮囝读册，阮家庭平安，哦，就是讲看讲含我陆续来对吧？含这高精这种啊，这陆续去弄，哦，人我做广告的我头名，人我做事情我嘛头名，发现你啊，有遐济，这是咱家己个借书的去做经验，毋是安尼。哦，嘛毋是讲鬼神之灵的，鬼神之灵意思是讲你有德，而且干互你，毋是讲咱反外地去拜，而且适合你，毋是安尼，以善因，所以真正咱后日啊，毋是讲咱有手以后，人去拜神明，毋是拜神明，迄是以咱的尊敬，咱的真正咧拜神明的仪律是怎样咧拜，真正拜神明仪律是怎样咧做事。所以讲圣经就是个破病，诸罗天道，我爱祈祷。讲圣经讲有自咱有安尼讲有地愿，得利于上下，天下事管得利于上下心意。求天下看做这个看做上下的，所谓心意拢有。讲圣经讲啊，像你安尼求报祈祷求，我早就咧祈祷啦。代表讲圣经特别做咧做这件事。哦，所以迄个什么人才去问空圣经讲，以义义而灵义正，空圣经讲不言，却罪以天无所得也。伊讲去伊即个恶君不如去伊即个糟君靠人啦，但是他是依靠习惯啦。空圣经讲毋对啦，毋是安尼啦。你若是推伊，迄个又去又死，人都无路用啦。所以咱若有咧破病讲。来4月5杯，5杯到9月还记得我什么杯？讲人天公庙，天公老爷杯都到啊，因为进3届啊，即讲说这个期间内底天公咧做主，所以若去天公庙若无杯出来，代表要有心意，啊，所以咱若要娶某，
拢爱安怎？拜天公，拜天公要怎啊袂？啊，拜天公要怎啊袂？过去我爸爸就爱讲，我逐个礼拜，啊，对咱对世人这个环境的一定受迄个影响。咱逐个礼拜，每时去礼拜，所以这是敬神之道，敬神之道真正尊贵事件，内心显露出来。所以有时咱咧演，今早毋少演咧吼，若辅导一个时间较丰富，就辅导后咧写字。得看做你要完场，哪完场，啊心哪完。哦，派囡仔去上，人家讲，我要去家庭个团，哦，大家咧现都麻烦，心中倒出来。所以才讲，洋洋红在衣裳，在衣袖，啊，情况，这是一个境界。洋洋红洋洋的充满之貌，你讲充满一切，叫你衣裳衣服，才能改变，充满一切。盖明道之书，所不能；卖道之书，所不分。圣人之教，无非教义言，以将义言，名义如何有成？迄款点一个小流传，伊目的要讲他人有在其上，有在其所以，伊有了解人，已经知影有，伊就是知影有。今仔日就是咧讲无遮无了解人，因为有卖道之书所不分，批评卖道伊袂清楚。无了解，所以大项的我大项都袂清楚，啊袂清楚就无相信，无相信，毋是伊无相信，我比如毋是伊无相信就无迄个事情，不是这样，相信甲无相信是你的代志，事实永远是事实，这点咱来讲，信毋信是咱的代志，咱相信有，咱甲真正有了，真实有，要咱的相信相人，咱讲无，相信无，咱甲有，咱就会。是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清楚，然后买多技术，这些时间关的啦，改讨论。所以为风险面啊，像这个时间变得一段，时间这个时间是来那一天啦，我给他对事如果做新的变动，那是。这看这个现在这个是安尼想，甚至一书不可读书，一可一书啦，吼，我就卖他。那么这个话来看吼，对时间有诶真歹体会。但是大概就讲这个意思，哦，书这是以墨著，这个书何意思？以墨著，叫咱讲雅好，我是相共，以墨的著，这个读就是预测尺度的意思，不可读书就是不可预测，世尊在讲是讲不可思议，哦，这个也就是讲何况方向。那么简单意思来讲，这个比如简单意思就出来讲神之。即是讲神要教，智就是教。啊，你讲迄个心灵要教，毋是互你用尺度的，就讲互你想，咱这二只看有好无？尺度你看咱大讲有好无？啊，若神都天生大就不一样呀。神都天生看着形象，所以神都天生来逐面真草面真下面真的。但是咱这个时啊，看无，啊看无咧，马马虎虎，无要无用，讲你会做我的，心迄个松定。迄个心境，迄个精神走出来，走袂出来，因为是因为咱用尺度、测度，有无迄毋知影，毋知。所以心灵之是过万多讲，其心义何，洋洋何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上，伊是过万一切。但是咱若要用尺度讲有了无？难。所以神之义毋是心灵过万一切，毋是可以用尺度的，伊才甲伊讲。何况，一书就是讲，你刚刚去台湾嘛，况且刚刚去台湾嘛，所以敬神之道袂使台湾去。因台湾不敬，安尼海不敬。这段话呐，反正咱正修行的境界咧讲，修行，咱袂使海。修行，咱会使马马虎虎，敬神就是修道，忠敬为敬，会使马马虎虎呗，会使害害呗。所以你看，人若愈认识的，愈有修行的，伊愈认识，伊愈重要。哦，伊的境界愈有愈悬，真正是哦。所以如来才讲，无疑之现，心不可言，如处。彼之言，你是所以言呀。天地定义就是安尼，拢万物拢是
美食本良，言食惯。一当收获一定有本有源，有人一定有本有源。绝对有来源，无本水源，天地间无了讲无来源，通通拢变出来。真诶，宇宙诶形成啊，绝对有有一本有一源。本源就是伊整个诶过程，显就是大家看会到，伊就是看袂到。今仔日大家重视看会到，伊糊出了，糊出了看袂到。所以修道者，咱真正修道，咱必须明初世不屈，方明离怨为本，正啥源头而对答，这点一定要清楚。哦，所以才讲苦于极限，由囡仔到大人，由细汉到大汉，由毋捌到捌，由无钱到有钱，由生到死，整个拢是利益。所以，这是天地间无法度比喻的。哦，所以讲土真世故，灵性正天天。啊，咱的土是啥？有啦，较土的就讲会错人啊，会骂人，会啥的，啊，实际上要想无想咧。土的较简单，你去掉这食，看做鱼肉，啊去掉讲卖错人啊，卖骗人，这较简单。但是你讲到咱对心款细节，应该要除掉较困难。有些行看袂到，这有修就知影哦。啊，有讲师讲，真正侪而且讲要甲梦想要甲除掉的，哦，讲要心要静一个，无情无代志，情对到地，代志大了。真正有了这个怎样？上好啊，叫坚持，歹，坚持较歹，要成较困难事。真正继续困难，了解是了解，了解是一回事，但是你要做就继续困难做。啊，这世人无做，后世人较歹啦。哦，所以坚持为细心，咱行，咱做了好标法，就慢慢想，真正爱真心为做吼。行，11种到20种，有心灵到知行，有心这拢在讲行，这等后尾这个老王慢慢大家分享。哦，那班有继续啦，所以这个行了，我就摆做，因为要讲行，讲到不知行，不然不行，有本你讲的做法讲袂完。性命到尾这样，整个天地之道要运作出来，要以敬行者以这个行去甲养。所以讲，离之言行之不可言，这个行基本我都比较遮盖边，不是遮盖，卡起来。所以咱修道方面的人做信心好，信心有比更好啊，所以也就是遮盖。整段话来讲，由理到灭，真理实相内底是行伫内底运作，不行无分，行伫内底运作，这个行你若含起来无，你就是拢无用。讲这个只个因素是安尼尔啦，当然讲鬼神之道也是安尼尔，所以就是结论还是超过重要。鬼神之灵，非行之见，行而好灵，真灵意言以地为始足，故圣灵以鬼神合而结用。故行者必以并以戒心恐怖之，故敬而心灵以戒心而心恐怖之事，心灵不过，志念事业，处定行之功，以达成道之用，以达成道之用。所以真正咱这当中呢，鬼神之灵，啊，就讲真正要见咱的本体，见这个灵体，为神之见，为神者咱就成义好正行。真灵天路传，地位就造传，地位就天造传。所以圣灵像我重要，鬼神合结用。圣灵无人讲，我用以鬼神合结用，哦，以天地同地书天作地，就地拢就係地空性公布作地，哦，迄大家就叫这样去。所以神必会当真正真诚天路，一定依托爱怎么对？平日咱的工作者戒心痛。这咱人无人啊，就讲时时刻刻冲出界线家己。哦，看到君主，迄个暗示上，讲的，我这时间里吼，所以这咱定来家体会一下啦，歹势。所以敬为心灵，以戒心为心，戒心是戒心来为心，恐怖之事，对外口要做代志，惊咱做唔到，骹步惊咱换唔到，这一定要讲。戒心为心中心平不恶，心要求不恶不恶的讲，袂使马虎，袂使心态啦。心态简简单单，大家我要紧，今仔个我要紧。世俗咧讲，如果讲差不多先生，
想要求的讲啦，我都想不遐严，啊，毋是上海要求的，我时常咧想，做点样书本来真正是太难。要求到尾也是要点样书的，但是无要求，我讲袂使啊。哦，真正也是太难。所以志愿事业立志，下原六月点头，与我比精神和答应，这是敬事之功。敬事的功力的功夫，咱也提到，咱后日正可能达到成道的利益，正可能达到成道的利益。所以正少这个界线冲突，少这个敬畏，来互来讲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，不管一切什么时阵，都有人咧甲咱感动，所以是国所是，是所是，正和正的款。伊然后看到严重嘅话，就是工作这款研修的境界。我特别鼓励咱学习，还是才会完成啊！我这是代答啦吼，大家较抱歉一个讲了不足的话，正我保证一个，敢若讲第十条的，我原谅一个吼，希望讲对这个大家过了事情能够这个纠正补顺，我这是代答而已尔所以最后祝咱注意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家共同拍电话去请，都健康方便。